75岁，那也45岁，应该几只纪录片时间了几多？你一就讲没必要限制时间，那就应该去检查。吃饭了？不吃。吃饭呢？吃饭。吃饭呢？吃饭了。那没吃饱了的。吃呀，就点没呀？那就不要。我看这碗吃饱了。坐那里啊，哦，来，欢迎来了。下面。来，这边。哇，好。
这个没有，不惊。那你拿了。我是90岁了，有80岁也过期了，70岁也过期了，60岁勉强还可以写东西。你就说，俺90岁老早淘汰掉了，没写了。啊，你要新的东西出来，俺没了解，因为俺没做，俺没做啊。老了啦，都一句话就，都老了，90岁了。太不气，太虚。爸爸，听我讲，听我讲说伊他家用还记得吗？因为都是，你要搞，系啊。你懂？美协商啊，志工啊，老义工啊，老乜嘢？老志工啊。历史系乜嘅来嘅呢？就是岁月嘛，历史不外就是岁月，岁月一过去啊吼。我出生1925年，对民国来讲就17年。大家都知嘅係台灣，呢台灣，係日本人統治嘅年代。因為阿爸係學校嘅教書先生啊，日本時代早期嘅小學嘅先生，所以我就阿爸阿媽嘅第6個生日呢，第6個生日呢，就第1個生日。我係下來啊，阿爸阿媽感覺係希望改起來較好啦。我問啲我下來有乜嘢？冇記住，如果下來有係冇，伊就能將10個生日當中，就我一個生日嘅。阿爸到老啊，電視就都會演戲。我從細就好多看插書啊，七大部分啊，就係童書嘅少年小說，我就那應該武俠用嘅。日本嘅武俠啊，功課好個功課，忙本來跳到一片哦，專門看人插書，看閒書，所以啊，我小學6年畢業啊，我考中學我都考唔到啊，考唔到，公立學校考唔到，你就讀私立學校。上海台湾是淡江中学，这个没错啊。淡江中学，我听讲，沉迷课外读，沉迷小说了，沉迷刚好的活当的文学，加上文学的基础渐渐打起来了。
1945，日本投降了吼。投降以前人哎做日本兵啦，吼，投降就转了吼，应该有套示范吼，就是来故乡嘅母教龙潭小学吼，做教员吼。这中间谈恋爱，然后女的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然后我就结婚了哈。他们那个虽然是兰州哈，前面是好像比较接近那个大漠，但是那个校园那个树啊，古木参见。这个馆呢，听说本来是要纪念我的，说我人还在，纪念做纪念。等我不在了，听懂吗？那时候再来纪念还不迟。我现在过年就90岁。文学就是要写人间的喜怒哀乐，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有的真的，有的是假的，有很多是假的。是真的。我为什么写假的呢？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人生就不过是如此，都是这样的东西。你跟他，他跟你，差不多。所以，我在小说里面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不过你要把它当作真的来看哦，不要当作假的来看，因为呢，在我笔下，它是真的，事实上它可能是不一定是真的。可是我把它写成真的，这个就叫做小说，叫做文学。好，谢谢了，好了吧？好了，好。你看，好呼吸，拖了一只布娘了。我不敢拖了咯，哈，家庭全部搞不起，哎嘛，开始写，那就开始写作。跟以前呢，哈。退稿，因为我讲一本话，讲一本话，我用中文写，当然像你们一样啊。中国那边来哈，10头9退，10头8退，10退7退6退3退，3下4下哈。民国34年光复，我40年开始写。用中文写，6年，好6年，开始不能推过，10头9退，8退7退6退民国49年，鲁冰花开始连载，一下就变名作家了。他用一个寒假写了《鲁冰花》这篇作品，那么在当年的4月份，他就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上面登出来。那这个钟肇政个人来讲是欣喜若狂，但是他不是为自己的作品说能够登出来，他认为说台湾作家终于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园地里面占一席之地。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写信告诉钟理和说：“你赶快最短的时间内写一篇这个6万字的作品这个来，然后我的登完以后，你马上接力上去。”其实钟肇政不知道林海音找他
不是因为看上他的作品，是因为原来约定的外省作家开天窗交不出稿子嘛，所以钟肇真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机运，所以他登上去了。台湾已经比较开放了啦，哦，不像以前林海音那个时代，你刚刚讲到，只有几个报纸，几个报纸的副刊又是那么小，那这个就决定作家的出路的问题。这个什么作家会不会出名，就看你能不能登上副刊。哎，所以那个时候作家的那个地位哦，不是那个主编的地位是相当高，权限相当大啊。里面看个一本杂志，一个小小的消息，哦，一个报道，哦，讲日本人嘅小学生得奖，我就感覺到我冇去參加係失職啦，我應該我逢嘅學生也去參加，不過我冇，咩我冇，因為我變封閉的。很多上路辦法真嘅咁奇怪誒，反正啊有上兩種法，就表示有好事會發生呢。邊麼解啊？因為路辦法寫下來，就變成茶樹最好嘅皮料啊。哦，錯好。因為呢，唔見本意去看廟會學教嘛。當學教啊，阿姐，你點啊？原本嘅廟會啊，有個長龍長獅，嗰時啊，動態都會跳舞呢。我又看唔到，唔啷嚟講，你媽該用啊？阿姐，你件花本唔看你啊？你看。鲁冰花哦，其實哦，我是足愛這本書啦。啊，這本書哦，其實哦，鲁冰花哦，是我幫助頭一版是我幫助鍾先生出的啦。啊，迄個出版社吼，啊，掠出來，伊就開一張支票給我，啊，要互鍾先生。啊，迄張支票吼，鍾先生我是現金給伊，啊，支票我收起來，伊就是我等於甲我借啦，甲我借這個1500塊。啊，但是哦，1500塊好像退票啦。啊，幾啊12了後，甲莊先生講，莊先生講寄一張才幾萬塊的支票來給我啦。我說你咧笑，迄過橋我就佫退下啦。所以魯冰花吼，迄陣是啊，我迄陣有寫，我嘛對迄個拄仔出來時吼，我認為講這篇吼，可能吼是甲莊先生的這個所有的作品吼，寫這個歷史性的作品吼，啊是寫這個較大的這個物件無共款。但是我是認為講這篇吼足精緻的啦，啊這篇佫有足濟想法。阿明伊來，阿姐，我希望你對阿娘說，你歡喜哦，我真嘅當跳，我當上世的阿爸嘅茶園度，昨日見到阿爸有一號。阿明你起來啦，你做唔得睡夢，阿明你起來啦，阿明。教育为100年大计。民国36年，台湾光复不久，百废待兴，政府积极从事教育工作，普设初中、高中以及国民小学，培养国家栋梁。20岁以前，高堂。写新的，写拉布列达，啊写满语写文章啊，哦，全部都日本化。新政府來，中國的政府來接受了禁止日文，哦，所以講起來波波摸摸開始學習。樣樣都非常的大，我實地去看，哦，日以繼夜，哦，無主無業，看那書，日文的書我也看，中文的書我也看，日文的書我吸收這個日，世界文學的精粹用日文的吸收，哦，和中國。
鲁迅个啦、麦个啦、茅盾啦，吼，我要看那个中国文字表达的方式，方头并进。我20岁哦，我就原来见识了。做起嘅技术，其实很多脑意啊，用个image 意象，今日睇到是个形状嘅日本式的啦。这睇到是将给它转过来变中文式表现，很辛苦的，很辛苦。日本是大概落的啦，冇的啦。我新一代将来，我们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我家有办一个地下刊物，我们文友通讯，我为中心，还有4、5个、5、6个哦，他很团结的，互相批评，哦，互相琢磨，哦。啊，迄个时阵吼，就是台湾比伊较早的即个时代，即个作家，哦，迄阵拢是大部分拢是用日文写的。啊，伊开始，哦，伊就是对即个中文，哦，的即个掌握，足紧的。啊，其他吼就像吴浊流先生哦，因都写即个中文哦，大概是较我台语啦。啊，即款的吼，敢若古早的章回小说迄类的中文吼，当然是较无遐尼顺遂，啊，较顺遂就是。咱要剃头的作家吼，所以一个文化的系谱当健身，个健身的过程去做个好事情，就讲将一个健身啊，去内底呢，留去穷一辈嘅人也重新学中文嘅人，重新学习啊，所谓文讯文友通讯吼，有安尼咩？所以佢影响动态。我应该因为学校考试，考试要去甲看公版。公版的，用誊写的，撸啊，迄个一种，撸啊，迄个一种，哦，我撸6、7种就来了，哦，该没发表的原地的，互通生气，互相鼓励，互相批评，有应该原地，所以就该一种的。一个人1杯，一个1种，哦，他按多少6啥还7啥，先6啥，还有7啥，还有8啥，哦，互相批评，你在哪里发表的东西有什么缺点哦？他敢很不客气的互相批评，互相鼓励，哦，这是文友通讯的作用哦，相当大。他是吐血而死，那是真的，不是假。倒在血泊里的李公者，这句话是令我陈我全说的。不过，刚好，成为钟理和最后一段岁月的写实的手法。我爷爷有什么苦恼，都会写信，然后跟钟老说。还有他什么养鸡的计划，他有什么计划都要先问看钟老的一个意见，然后如果他觉得可行，那他就会去执行啊。所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寄托，变成说他要跟外界接触，他必须透过钟老，
那他投稿也是经过中老啊，中老有意见，他回来修改，然后再投出去啊。那这是他一直感谢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这样子的感情可以维持这么久，那令我们非常的佩服啊！从来没有生平从来没有见过面啊，光靠书信可以维持这么久，而且一南一北啊。那这种情谊真的是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可贵，那到现在也是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作品就是说他交代要把这些遗稿烧掉，他唯一想留下来其实是立山农场。所以他说立山农场就寄给钟老，那爸爸是把所有的稿子都寄给钟老，然后看他们怎么处理。那钟老就帮他，就是跟林海音女士他们这些文友就成立一个遗著委员会，然后帮他把这些作品一一的发表出来哦，然后把它出版。哎呦，要比赛吗？可以，哎，是啊，他欣赏你开玩笑，有好精神啊！来，一个，太太你好，恭喜，他今天老当益壮哦，忙忙碌，人家面前都干不够。就是色调要更准眼，对，都更准眼。阿哥。钟老那个，你有写半念？日本人啊，日本人，这个他不是什么一个？哦，蛮听啊，我这个都是我，那个木管的。我这个有注音，这个字要怎么注我都有写。你要念我还得发音，不能发音，因为没有用嘛。还好就看起来了。哦，你大老远南部来的？是啊。哎呀，好辛苦啊！不会。不会，拉车凉快哦。对呀，我昨天晚上就回来。哦。 50年前，俺那开始写作的时候，伊第一个俺有写过的，伊主动写信人的人个问俺安尼联络伊，伊个可能世界上少有按热心安尼帮助伊的。今日在台湾，包括客家人，那么后来所有台湾嘅写作嘅人吼，年龄比较大嘅，然后佢童年嘅比佢较细，都多多少少受到人嘅照顾啦。 爱其中这一刹。我爱讲这个语言吼，这里有个神的成功，精神成功，我相信海的三部曲吼，我的梦也永远这个出来了。迄阵啊，台南师范毕业啊，去小学教册的时阵，有一天接到钟老一张。 明信片通知我说我们有文友聚会，哎，你要不要来？我想哇，这钟肇政，这是我崇拜的大作家啊，怎么知道我这个小老弟哈？原来他是先问那个文心，那个徐秉成有一个作家，伊才徐秉成才改讲我的迄个联络地址。那个之前我是跟徐秉成常常有联络了，所以他问徐秉成，徐秉成得告诉他我的地址，然后他写信来。哇，那一天我就很高兴啊，没有钱坐快车，就坐慢车，一路呢到。那个
桃园，再换车，再到龙潭。变见面吼，应该是我咧做兵的时阵啦。其实吼见面的前吼，有伫迄个有通批，有通批吼。伊迄阵伊伫龙潭，我去龙潭做，我迄阵可能是伫桃园咧做兵，我空军，所以伫桃园迄个机场吼，空军的机场遐咧做兵，我咧去找伊。我去找的时阵，就甲写伊伫看电影。我就甲写一个迄个，我有人要找伊安尼吼，就出来，出来，我看到伊，我就说这就是庄先生。我则因为穿迄个平仔衫，小可安尼切一个，因为迄个时代吼，迄个平仔吼，到底代表是啥物？代表是好人啊，代表歹人吼，啥拢无。伊可能我时阵小可有一个感觉吼，因为迄阵平仔去找伊吼，但是我是因为空军应该较无遐问题，那迄边去找就较毋好。大概是安尼。俺们真强，甲拍摄恐怖的年代吼。不过俺采取这完全公开的方式，俺用邮寄的，甲邮局对了这方面非常的重视。因为有问题嘅，每个来往信息，一定要偷查过来看。通讯本来是秘密的东西私人的 privacy， 你偷看做唔得。国民党警备总部，这个目标人物啦，目标像爱啦、廖锦秀啦，新的人全部要调查来看。迄阵就即个吴作柳先生吼，也有讲一句话啦，两个人袂使骂啦，蒋介石甲蒋经国袂使骂啦，其他你若较小心就好啦。当然迄个吴作柳先生是安尼讲，但当然是即个庄先生当然因为足侪人注意。迄阵庄先生捌甲讲，阮俩咧通批，怎通批迄个批检查，检查伊就看迄个邮戳就知啦。邮戳若食伊面迄就无检查的啦。若啥物辛亥，啥物迄辛啊，啥物无辛苦的心血管就是检查的啦。迄个邮戳看到就知啊啦。他全部卡是非，还是非引出了。警察来就来到了，包围，不搞被包围呢。俺按多少其实多找一些警察来就分拢撞。哇！一大阵的警察来，讲要来查户口，就来。迄阵足侪人，啥物人我袂记啊。我迄阵印象上深刻就是陈英珍，迄阵也参加，迄个文心也参加。结果文心看到遐侪人，无礼貌就选入去。陈英珍就打电话啦，这啥物户口调查，这根本就是特务啦。所以迄个时阵，迄就是因为有检查批，迄阵我无电话啦，迄阵电话无遐普遍，迄阵我捌敲过电话。最近要写的，又开了一个头了。第一张稿子都还没写完。
人类的历史当中，文学史是少不了的，一定有的。要谈到你这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发展，文学方面怎么样，哦，应该必定会提到文学。你提到法国的文学，罗曼·罗兰一定是名字会出来。哦，俄国文学，真的是世界名著，啊，就一定开始，啊，就卡定啊，做一个作家，无论成功失败，啊，就要学下一切下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时代去组织团体结社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可是像这么卑微的，只是说把文友们的通信用一个机制去把它做一个共同的通信，那很多人都视为忌讳。可是钟肇政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他难道不知道这样的危险吗？但是他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全台湾只有个位数的作家对这样的一个作家要共同去建立台湾文学这样的一个理念，他当然就是这个要义不容辞的站出来。他其实是要做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要当什么文坛的领袖他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当文坛的领袖也没办法跟当权者去交易，说我获得什么好处所以其实他只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鼓励更多的人为台湾文学这一块去努力，尤其是在建构的初期。台湾文艺当时由吴浊流创办嘛，那也是在一个资源很贫瘠的一个年代里面。那后来吴老往生之后，就钟老他接办，包括后来的一个吴浊流文学奖，都是钟老出很大的力气。他会去接台湾文艺，其实吴浊流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台湾文艺的一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这一个支柱。就是说如果没有他，吴浊流其实他年纪也大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编务的执行尤其是跟这些作家的联络，还有去鼓励年轻人。所以钟肇政最伟大的一项事情，就是说他写了700-800万字的书信，都是跟文友联络，都是提携后进，都是做文学的一种联系的工作。他这个是这个前无古人，我相信也绝后无来者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文学家在为台湾文学做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当然像钟肇政他做这一个编台湾文艺，后来吴浊流过世以后，他去接这个台湾文艺，这也是一个烫手山芋其实他的着眼点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文学有一块原地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台湾作家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理念来发挥。他真的这目的是这样。浊流做报纸连载，吴浊流看到了，用俺名人做题目看无啥物，就引出也是台湾人的笔记，也是写个东西是台湾人的故事，这样就来请来了。从台湾艺术班，我啉酒的来，当主就下课我记住来多了，来叫来吃饭，请来吃饭，请来吃饭先먹었냐，半条。浊流三部曲
是钟肇政自己想出来的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那他追求的目的不是说啊，我钟肇政要写一部作品啊，他最重要的是说台湾作家能够写这么大的东西啊，这是钟肇政在这个浊流三部曲的写作的过程里面，他内心是希望说，我这个是代表台湾作家啊，在跟一种你说看得见也好，看不见的也好的一种打压台湾文学的力量，在做竞赛，在做这个竞争。所以我想觉得这个是真正浊流三部曲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意义的哈。每一个方面讲，迄是台湾的苦难啊，台湾的苦难。内方的是需要像每一个人的心灵，你要按那个曲折，面对现实的改变当中，你要去面对啊。在新闻中，所以讲，佢哈冇安尼强烈的恨意嘅人，哈冇一动包容，一切都比较包容的方面去看。迄用一个放到台湾文学史来讲，台湾文学史从英文时代开始的文学史来讲，这作品呢係一個認土主義嘅作品。不過呢度地方呢，佢觀點或者個人嘅角度呢，也係一個可以講一個知識人比較知識人嘅角度，因為佢本身係知識人。那作品2000萬字當中，至少有1/3是聽他講的。你是一世家本終老。係啊。哦，佢唔適宜哦。唔識，我都硬係歡迎喎，很快。我爸爸家下做校長，做3、9歲做校長啊，做讀多啦。做乜講嘢啊？佢到睇西洋啊，我而家嚟啊，我忙咗拖線橋啊，生講嘢。其實其實又來那邊鋼琴了，很快你知道嗎？我爸爸一個來年了，積了拖線橋幹嘛？我又冇讀嘛個書嘞，很奇怪哈，做嘛個？很快我就結婚了，差不多比較這樣，一直要來看哈，台灣中了，從禮拜日啦、禮拜六，我爸爸咪禮拜日讓有閒啦，特別禮拜六咪冇好了啊哈，禮拜日係了，一定要請假來，我哋看誰買哈，常常這樣，然後還有幾次啊，又得19了，滿早19，中路啊。就出去我咪識啦，好做朋友啊，就就常都找不到人，那我嘛講假擺哦，帶我來。他太太往生了，往生了以后，钟老为了他太太，一天到晚就消沉，消沉的这个也不写信，也不写作，他那么爱写作的人，一天不写作会死掉的人啊，因为他太太死掉啊，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钟老这么老了，
对他老婆是这样的专情，我当然很感动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让钟老把他的悲伤淡化？用什么办法？我是为了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把他的情书，让他回忆他的那个跟他太太结婚之前他的初恋的这个情人，那这样的话，他多少可以转移呀？除了爱情之外，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刚好是他们通信，就是在1947年，就是228那一年，47、482年，就是战后。你要知道，战后台湾的社会的变化，这个书信里面就有一些当时的那个证据，还有钟老他的成长过程。你要研究钟老这一本，就是非常的第一手资料。那刚刚我提到他钟老看多少书。其实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钟老在学生时代他读了多少书，他的文学的根基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打下来了。钟小真先生，钟老已经到场嘞！钟小真先生，今日要播90岁太上瘾嘞！来，我们钟老现在正在跟大家挥挥手，我们利用掌声太感动了，钟母钟落，天空是放你哦！今天好开心，好开心！终于这里，咱们讲，台湾文学，妈妈，也係講華泰嘅講法，喺台灣文學嘅小品咧，不過那個小品咧，90歲以後，同埋書行不停的下落。3、2、1 ，OK。好福气，拖了一只布娘。我本来拖了咯，家庭全部搞不起，结婚没去了，俺不得，俺不什么个。聊一阵天，才睡觉。
听他聊天，哎，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俺去看过，按平常节，上家好多隔壁邻舍哦，串门子，这大家都有的嘛。谈来故事也讲不谈，写成短篇、长篇、长篇都有了。一种那作品2000万字当中，至少有1/3是听他讲的。哎吼，我就要搞出1分也搞不起，你就有2个节，利益一家，维持一个家庭以外，全部，来着嘛，开始写。那他就开始写作。